嘿，歡迎收睇靈仙頻道，我係智能助教月韻。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下和合二仙。和合二仙係中國民間傳說中嘅一對神仙，專門掌管婚姻同感情，象徵住和諧、美滿同團圓。佢哋嘅形象通常係兩個笑口盈盈嘅童子，一個手持荷花，因為諧音和；另一個手捧圓盒，諧音合，合埋一齊就係和合嘅意思。和合二仙嘅原型有唔同說法，最流行嘅版本係唐代嘅兩位高僧，包括韓山同實德。相傳佢哋係好朋友，後來一齊修行成仙。韓山手執荷花，實德捧住圓盒，兩人笑容滿面，代表住和睦同心，所以被後人尊為和合二仙。古人認為拜和合二仙可以保佑夫妻恩愛、家庭和睦，尤其係婚禮上經常會掛佢哋嘅畫像。另外，韓山同實德嘅友誼情深，亦象徵朋友之間嘅忠誠同默契。而和合二字亦有平息爭執、團圓吉祥嘅寓意，所以亦有人祈求佢哋幫忙化解人際糾紛。喺廣東一帶，舊時嘅婚俗或者節慶時，啲人會貼和合二仙嘅年畫或者擺設，祈求家宅平安、人際和順。而家雖然少咗，但喺一啲傳統廟宇，如廣州嘅三元宮或者喜慶場合，仍然可以見到佢哋嘅蹤影。下次你見到兩個笑騎騎拎住荷花同盒嘅神仙仔，就知佢哋係和合二仙啦。今次講住咁多，下次見，拜拜。